1974年10月30日，咱国甲美国罗斯洛普无人机制造公司共同生产的头一台 F-51喷射战斗机上市，并且伫今年12月7日试飞成功。这台战斗机嘛为庆祝当时的总统蒋中正88岁生日，被号名叫做中正号。1995年10月30日，加拿大魁北克省举行独立公投，选民投票真踊跃，结果反对派以50.58%的得票率险险啊输独立派。这是魁北克第二摆进行独立公投，头一摆是伫1980年，因为2摆拢差一输啊，无过关。挂嘴暗头咧咧拢无讲话，今日再犯人的车，2014年10月30日。丁新买油案件爆发了后，当时丁新借油甲美全董事长魏应昌，因为牵涉到诈欺等几十项罪嫌，有检方起诉，具体求刑30年。不过一审因为证据不足，判魏应昌无罪。2018年二审重判伊15年，不过这件官司到今嘛还伫拍。